起步嘅時候比較快啲咧，直闖強中嘅個摔閘咧，相當之好反應啊！自強不息咧就喺馬林嘅中後段嚟嘅啫，大概第6位到嘅前少少位置咧，仲係大羅兒咧，亦都唔慢啦，拍住喺隔離咧，御世寶嚟嘅中外檔嘅馬啦，分別你見到回星閣啦、大愛蘭粉紅色衫咧就逆風順行嚟嘅，咁再後邊啦，紅色衫係美洲舞台守住喺第5位到啦，咁飛出去外檔咧，咁仲見到咧就係啲直闖強衝啦，暫時係一個外碟嚟嘅。自強不息而家係邊啊？藍色眼罩、黃色衫嗰匹啦，暫時喺第8位到啦。後一格嘅馬位啦，黑色衫黑帽橙袖咧就御世寶，再後邊啦莫逆於心喺個內檔啦，再比較後啲嘅馬咧基麗姐姐嗰啲馬嚟嘅，暫時自強不息咧喺個尾4位置度啊！好啦，彎位轉到一半嘅階段啦，前邊帶緊頭咧就逆風順行咧，暫時係佔先1個馬位，守住內欄第2啦，開始騎緊啦，見到美洲舞台抄出嚟外檔，再出邊咧直闖強中，再後少少位置咧先見到咧就外邊莫逆於心嗰啲馬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前邊你見到逆風順行暫時領先就半個馬位，美洲舞台逐步湧緊上嚟。再出邊位置咧，咁仲見到綠寶嗰隻直闖強中，3隻馬鬥緊嘅啫。大外檔咧有呢幾步亦都上得好勁啊！見到就中間5號馬嘅咁想像，終點前過晒咁想像贏啊！跑過第2名逆風順行，第3名咧直闖強中。美洲舞台最後嗰幾步有啲力弱喎，不過自強不息全程係頂住個外碟，咁翻到嚟就冇前5啦。咁喺個外欄位置到嘅啫，咁想像都係個級數證明佢高啲啊！喺外欄就一口氣過晒，跑第2名，中間6號逆風順行，美洲舞台臨尾嗰幾步轉弱得比較快啊，得個緊頸4。